你係咪夜晚咧數幾萬隻綿羊都未瞓到呢？壓力大就自然荷爾蒙係亂晒，失眠啊，夜晚發好多夢你全部記得晒，夜晚醒幾次或者咧係瞓醒咧好似冇瞓過咁，你又中幾多樣呢？我哋中醫咧有3招咧幫你去放鬆個人，5分鐘之後咧就可以瞓着啦。第一個咧就係腳心嘅湧泉穴，第二個咧就係手腕手指尾呢邊咧，呢度咧有一條筋腱嘅。咁你摸到呢條筋腱同埋呢一個手腕嘅橫紋咧，筋腱嘅內側呢一個位置咧就叫做神門穴，一齊咧輕輕按摩，每個穴位咧大概1分鐘左右，可以寧心安神、減壓助眠。聽講咧啲軍人都會用到呢個方法按神門穴，令到自己咧無論喺咩嘅情況咧都可以盡快入睡。第二咧就係教你用2個材料整一個香薰嘅香包。材料咧就淨係薰衣草同埋陳皮，擺喺枕頭旁邊，淡淡嘅薰衣草香咧，再加少少金桔嘅香味，聞住佢咧真係好 relax 㗎。第3咧就係冥想呼吸，深呼吸數4下，1、2、3、4吸，然之後呼出嚟咧就數1、2、3、4、5、6下。重複3次咧，你個腦同埋個心跳咧都會慢起嚟，咁就可以專心 ready 去瞓覺啦。瞓得好自然，皮膚又穩定啲，心情又好啲，連個腸胃都開心啲。想知多啲食療啊，或者係邊個穴位咧更加有效？留言想試，等醫師講多啲俾你聽。